睡前故事第二話：回憶的邊界。喺不久嘅將來，科技進步到可以創建虛擬實境，讓人們重溫過去嘅記憶。主角阿明係一位技術天才，專注於開發一種名為回憶重溫嘅裝置。呢個裝置可以令使用者進入自己過去嘅記憶，與已故嘅親人進行互動。阿明嘅父母喺年輕嘅時候就去世啦，呢樣嘢讓佢生活感到無比嘅孤獨。雖然佢喺技術上取得巨大嘅成功，但係心入邊總係有一份缺失。佢希望通過呢項技術重返同父母美好嘅時光，尋找返失去嘅愛。直到有一日，阿明終於完成咗回憶重溫嘅初步測試。佢懷住激動嘅心情，將裝置連接到自己嘅記憶裏面，開始第一次時光嘅旅程。佢視野逐漸變得模糊，當再次清醒嘅時候，發現自己置身於童年嘅家中，父母正喺度圍住餐桌，微笑咁樣望住佢。阿明感到無比嘅幸福，於是佢開始同父母傾偈，分享自己呢幾年裏面嘅生活同工作成就。然而隨着時間嘅推移，佢漸漸發現父母似乎唔知道佢所經歷嘅一切。每當佢提到自己嘅成功同埋生活，父母嘅回答佢總係停留過去嘅記憶中。呢樣嘢令到阿明感到好沮喪。佢希望可以同父母分享自己嘅成長，而唔係僅僅重溫過去嘅瞬間。一次，佢試圖話俾父母聽佢喺技術上嘅突破，但係父母嘅笑容令佢意識到呢一種嘅互動係幾咁唔完整，亦都唔係佢所期望嘅重聚。喺一次回憶重溫中，阿明決定尋找一個新嘅方法。佢將裝置設定調為共享模式，希望可以令到佢父母進入佢嘅當下，與佢可以共同體驗現實嘅生活。喺呢一次嘅測試裏面，佢讓父母可以見到自己嘅工作、朋友同埋生活嘅點滴，甚至邀請佢哋參加咗一個虛擬嘅家庭聚會。呢一次，阿明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嘅連結。父母唔再係記憶中嘅影像，而係能夠參與佢嘅生活，分享佢嘅喜怒哀樂。阿明睇到媽媽嘅流下嘅眼淚，爸爸緊握住佢嘅手。呢一刻令到佢明白，真正嘅家庭連結唔單單係回憶，更加係生活嘅共同參與。隨着時間嘅推移，阿明開始將呢個技術推廣俾更加多嘅人。佢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珍惜同家人嘅每一刻，不論係現實定係虛擬，真正嘅愛係永恆。嚟到故事嘅結尾，阿明企喺窗前面，望住夜空，心中充滿一份感激。佢知道無論未來科技係如何發展，家庭嘅愛同埋連結係永遠都唔會消失。呢樣嘢係佢所追尋，亦都係佢所珍惜。